咁啊，除咗講珍珠奶茶之外咧，其實仲有啲咩可以同佢傾咧？咁樣你可以咧從一啲細節方面開始去傾，例如咧我諗你應該會好有心機觀察你呢個心儀對象㗎啦，咁你就望下心儀對象今日同之前有啲咩唔同，然後就喺嗰度開始講。咁咧應該每一個人咧都好中意你發現佢一啲嘅小不同嘅，除非佢係超級憎你嘅啫。如果佢即係普通50分，覺得你冇乜特別啦，都係個普通朋友啦咁樣，咁我話俾你聽，你絕對可以因為咁樣而攞到10分20分啊！因為你呢個就係你嘅細心。除咗見佢有咩唔同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咧望下佢每日有啲咩好相似嘅。咁啊，例如佢每日都攞住同一個袋，或者每日咧着嗰個衫咧都係同一個色系咁樣咧。其實呢啲咧都係一啲可以揾話題嘅機會，亦都可以顯示到你對佢嘅觀察。咁啊，仲有好多方法㗎，有機會再分享。好啦，拜拜。